七步詩，曹植。煮豆持作羹，六事以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七步詩，曹植。煮豆持作羹，六事以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七步詩係三國時期才華橫溢嘅詩人曹植所寫嘅代表作。呢首詩嘅創作背景係一則流傳千古嘅文學軼事。曹操死後，佢嘅兒子曹丕繼位。曹丕因妒忌弟弟曹植嘅才華同影響力，擔心佢威脅皇位，就刻意刁難，命令佢喺七步之內作詩一首，否則會將佢嚴懲。結果曹植應聲而成，寫下咗呢首七步詩。詩中以豆同埋豆萁為比喻，生動咁描繪咗同根而生嘅豆梗喺鍋下燃燒，煎熬住鍋裏面嘅豆子，豆子喺鍋中哭泣，向豆梗發出沉痛質問：我哋本係同根所生，你點解要急迫咁煎熬我呢？豆與豆萁就比喻做曹操兩個兒子，曹植與曹丕。詩句深刻咁揭示咗兄弟相殘嘅悲劇與無奈，將權力鬥爭下嘅親情矛盾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呢首詩不單展現咗曹植急智嘅文學才華，更超越咗個人恩怨，成為對歷代政治鬥爭中骨肉相殘現象嘅控訴，因而能引發讀者千載嘅共鳴。七步詩讓我哋知道文學嘅力量在於能用最精煉嘅語言，承載最深刻嘅人性思考，亦正正係佢能成為經典嘅原因。七步詩，曹植。煮豆持作羹，六事以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七步詩，曹植。煮豆持作羹，六事以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